我叫尹浩軒啦，咁我嘅學生編號係24000259，咁我今日會 present CSV 3020嘅 individual presentation。講下我嘅背景啦，我係一個照顧陳先生嘅保健員，我會提供日常護理照顧俾陳先生。講下呢個 present 嘅目的啦，我會簡介下陳先生嘅基本背景資料，跟住我會辨別啲可能嘅健康需要係 based on 呢個 scenario 嘅陳先生嘅。咁我會解釋下膳食計劃嘅可行健康需要啦，係會詳細講解嘅，都係課陳先生啦。咁我會總結一下今個 present 嘅重點。咁我講下陳先生嘅背景資料啦，佢係80歲嘅老年人啦，佢需要居住喺安老院嘅。咁陳先生可以用廣東話溝通啦。咁講下佢嘅身體狀況啦，佢有輕度嘅聽力問題啦，佢需要佩戴助聽器。咁佢有咀嚼困難啦，佢需要食碎餐。咁佢患有呢個尿失禁啦同腸失禁嘅。另外佢需要佩戴尿片。繼續講下佢嘅身體健康狀況啦。咁佢係高度需要人嚟照顧佢嘅起居生活啦。咁陳先生係一個輪椅嘅使用者啦，因為佢係有相較無力嘅狀況啦。咁咧佢上肢活動係正常嘅。咁佢近排咧嘅胃口都好低啦，同埋佢嘅情緒都有啲差嘅。咁講下，因為陳先生係有聽力嘅問題啦，所以我哋會提供啲聽力嘅支援。我哋咧就會喺佢面前咧講嘢會大聲少少啦，同埋音調咧就高啲嘅。咁另外會直接喺陳先生面前講嘢啦，令佢知道係同緊佢講嘢啦。咁喺同陳先生講嘢嘅時候，我哋會盡量降低自己嘅語速啦，同埋簡化我哋嘅講嘢內容。咁因為陳先生有咀嚼問題啦，我會請言語治療師為佢評估一下陳先生嘅吞嚥能力啦，同埋去設計一個合適嘅睡餐。我會提供一個營養同埋多選擇嘅睡餐俾陳先生，係根據言語治療師設計嘅。咁我會提供一啲流質食物俾佢啦，方便佢食嘅。咁另外講到，因為陳先生係有雙腳嘅行動問題啦，咁我會安排物理治療師啦，安排一啲恆常嘅運動俾佢訓練翻雙腳，例如咧踩一啲踏步機啦，咁去增加翻佢下肢嘅肌肉啦，同埋我會準備一個助行器或者叫做拐杖嘅嘢俾陳先生啦，咁佢可以容易啲去行動。好，咁我會講下陳先生嘅失禁健康需要啦。因為陳先生有失禁問題，所以我會安排便椅啦，同埋成條紙尿片去幫助佢解決呢個失禁嘅清潔問題啦。另外會安排陳先生去定期排尿啦，同埋控制佢大小便嘅頻率啦。咁樣可以幫助佢控制括約肌同膀胱嘅肌肉控制，減少失禁嘅問題。咁我會詳細去講一講陳先生嘅膳食計劃嘅，係。咁陳先生嘅膳食計劃嘅需要啦，就會提供喺食物內容方面，我會根據衞生防護中心啦，根據翻6大營養素，咁佢嘅餐單應該會包含蛋白質啦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維生素、礦物質、膳食纖維同埋啲水分。例如喺佢食飯嘅時候啦，會有肉啦、有蛋、有菜啊、有飲啲牛奶啊嘅多樣性食物啦，去增加呢啲多樣性嘅配搭。例如同埋咧都會有啲時令嘅蔬菜啦，去增加翻老年人嘅胃口，維持翻陳先生嘅日常營養需要。咁喺飲品方面啦，陳先生應該每日飲翻8至6杯嘅流質飲品啦，包括水、湯啦，同埋牛奶啦，以及其他飲品。然後啦，喺食物質地方面啦，應該保持翻食物嘅原狀啦，去增加翻陳先生胃口。我哋可以用凝固粉嚟增加翻食物嘅黏稠度，食物同飲品嘅黏稠度啦，咁樣令陳先生吞嚥嘅過程啦會容易少少嘅。咁我哋應該俾陳先生食一啲盡量食啲軟嘅食物啦，例如豬肉片啊、嫩嘅菜葉啊，咁樣可以令陳先生容易吞到食物啦。好。最後喺進食方法上咧，我會注意陳先生餵食過程之中嘅坐姿啦，去防止食物堵塞氣道而發生窒息嘅。例如確保陳先生坐直啦，眼望前方，頭部向前啦，同埋向下微微傾下，膝關節咧保持90度嘅位置。跟住總結方面啦，我會總結翻我呢個 present 辨別咗陳先生嘅健康可能需要啦，跟住我解釋咗詳細嘅膳食計劃啦，透過6大營素同埋陳先生嘅吞嚥同埋咀嚼嘅食物需要，然之後我 set 咗一個安全嘅餵食過程俾陳先生防止啃親嘅。到呢個 reference，thank you。